乡亲也要来介绍2位少年的先对都对袂到的老大人。先来看这位92岁阿嬷，伊来参加全国贴杯仔锦标赛，毋但摕冠军，阁来打破3项的世界纪录。也毋过真可惜，世界总会今年有新的规定，这个选手的每一个贴杯仔表面的标志都要有够清楚。啊，这个阿嬷的杯仔，因为洗过几啊届咯，这个标志已经落去了，结果互判定失去资格，这个冠军甲世界纪录嘛拢无去了。也毋过人阿嬷真通达哦，伊讲无要紧啦，比赛哦欢喜就好。动作非常紧，92岁阿嬷只有用4秒7就完成贴杯的项目。在2019全国锦标赛打破3项世界纪录，可惜这个好成绩无被承认，只因为这杯仔顶的 logo 落去啊，无符合比赛规定保留50%以上的印记，但是 logo 会消失，原因是我这是洗真侪摆啊，该洗爱擦擦晒，后讲如果再换，我就辛苦。竟然因为这个原因，就无摕到冠军。再来看一届阿嬷的动作，开始。5秒就完成啊！阿嬷算这贴杯有2天的时间，每礼拜练习1点钟。不过阿嬷对输赢真乐观啦。凊彩啦，马马虎虎凊彩就好。阿嬷伊讲凊彩啦，欢喜就好啊。虽然伊阁会继续练习，只不过有这回教训了后，下回比赛一定会准备好 logo 清楚的杯仔，摕回第1名。